各位同學，好高興咧，再次同大家嚟到啟德主場館。今次咧聽到咧現場嘅氣氛都知咩料啦，就係一場好重要嘅賽事——亞洲盃外圍賽，港隊主場迎擊印度。大家你見到咧嘅現場氣氛咧，真係有別於上一次我同大家嚟到呢一度。如果睇翻上一集啊吓，係一個空嘅場館參觀，今次真係坐滿人噶，4萬幾人嚟到呢一個場館欣賞呢一場嘅賽事。港隊主場迎擊印度。見到個場館咧喺練習嘅期間，開賽前嘅練習咧已經氣氛非常之熱烈噶啦。亦都見到好多人嚟到咧飲飲食食啊，因為有酒吧喺度吓。OK， 當然我唔飲酒啦。嗱，睇張相特別留意個天台咧係閂咗噶，即係話呢度開咗冷氣，亦都見到哇，真係港隊球迷不得了啊！成個好大嘅一個嘅展示。見到球賽開始咗咧，大家個歡呼聲，大家聽到啦。最重要一幕就係港隊入波嘅刻，12碼史提芬彭利拿搞掂啦，1-0啊！呢一個係臨完場時候，終於咧係入到波，亦都咧帶領港隊贏咗呢一場賽事。而家見到咧港隊贏咗之後咧，球員同咧球迷之間嘅互動啦，好希望下一次我哋再嚟呢一度嘅時候，同大家繼續直擊報道，密切留意我哋嘅報道。